歡迎返到嚟正流理財手冊，一個全方位講錢嘅頻道啊！好耐冇同大家傾偈啦。最近個市呢升翻上嚟，嗱唔係普通嘅升翻上嚟，係喺4月嘅時候，如果大家仲記憶猶新呢，大家仲講緊哇打仗啦、股災啦，即係超深度調整啦，或者叫做就恐慌貪婪指數跌到去個位數字咁滯噶啦。咁跟住呢，一句話開始停戰咯，即係可能停戰啦。咁有偈傾啦，咁就開始升咯。咁有少少反彈唔出奇，因為大家可能但係都應該要因為潛在戰爭係可以隨時再打過噶嘛，咁唔應該突然之間就咁樂觀。咁但係呢個市呢，就完全係可能已經習慣咗打仗，甚至大家覺得打仗啫嘛，都唔影響啲公司盈利嘅咁樣。咁其實當然唔係啦，打仗係會全方位影響經濟發展噶嘛。咁但係呢個市呢，升咗幾多日啊？個市已經喺低位反彈咗12日啦。如果今日都升埋呢，就13日。喺低位反彈咗10幾日，然後中間呢，完全冇一個正常少少嘅回測。而家仲要升到納指同標普都破新高。我用 QQQ 嚟計呢，短短10幾個交易日已經升咗15%。如果喺低位止蝕，然之後觀望嘅散戶呢，完全係冇機會入到市嘅。基本上，因為你再睇下上升嗰段呢，成交量一啲都唔高嘅，好可能係大部分散戶都冇入到市。咁所以呢，就翻到嚟呢個正題啦。點解有呢條錄音呢？就因為呢有觀眾 PM 我，因為我 Thread 嗰邊呢都 keep 住有出 post 嘅。咁呢就有讀者呢就問呢個時候佢哋畏高啦，開始有貨嘅讀者畏高，佢問我係咪應該走一走先，因為已經連續升咗咁多日啦，又創咗新高啦咁樣。咁我就一般我就唔會為個別嘅投資者提供任何嘅意見嘅，始終我唔係一個有金管局持牌人士啦，即係唔應該為個人投資作出任何嘅意見嘅啊。咁所以呢，我以呢條片都係噶，就並不是對你嘅投資作出任何嘅意見，純粹係學術分享同埋個人心得嘅交流嘅啫。咁啊，投資之前記得諮詢專業人員嘅意見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到呢度啦。咁我俾咗啲咩個人嘅經驗分享呢？我就講咗一個可能得閒都要提醒翻自己嘅故事啊，就係 Charles Schwab 早幾年做嘅研究嚟嘅。咁佢攞咗好多歷史數據啦，咁就講究竟 time the market 定係 time in the market 重要啲。嗱，一講呢幾個 keyword， 大家可能聽過，我曾經講過，用任何嘅歷史數據呢，喺美股嚟計呢，你都會發覺你 time in the market， 即係你留在市場嘅時間越長，你嘅回報呢都會比你嘗試 time the market 為之好嘅。特別係你個大部分嘅人呢，都唔能夠準確地 time the market， 甚至係專業嘅投行啦。嗱，講緊專業即係咩啊？即係你人哋返工一日8個鐘以上都係睇住股市、研究股市、研究公司、研究經濟，而你呢，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你嘅正職用咗8至9個鐘，完全同金融冇關。你只係放工嘅時候睇下啲討論區啊，自己睇嗰啲股票，每日可能個零2個鐘，就憑感覺去 time the market。人哋日日8至10個鐘都係咁做，都做得唔好，你憑咩？即係我成日都同啲散戶講，你憑咩覺得自己係一個專業嘅散戶？咁所以呢，人係應該要誠心咁接受自己其實只係一個平庸嘅人，然之後用大家都可以贏錢嘅方法嚟到做投資，就係 time in the market 比起 time the market 更重要。咁所以無論升市同跌市都好啦，其實係唔應該清倉嘅。喺呢個理論之下，你可能可以喺一啲跌市嘅時候透過買入反方向嘅期權嚟到對沖一下潛在嘅虧損啦。咁但係呢，千祈唔好清倉。如果你係長線投資嘅目標呢，就算你已經連續升咗12日、13個交易日啦，都唔應該因為呢樣嘢去清倉嘅。你可以當係賭博咁樣細細地玩下，即係沽少少啦。咁之後呢，要認錯喎，即係如果個市繼續升，
你係要補翻嗰部分嘅倉位，就要認錯咯。簡單嚟講，即係你只係賺少咗啫，你冇蝕到嘅。咁當然啦，你話高位入接貨之後跌，咁點算啊？咁如果你認為高位是對的，你沽出嗰刻之後就跌咗啦。咁點解冇跌呢？就因為你又錯咗啦嘛。咁所以呢，回應翻 inbox 嘅散戶啦。咁我嘅個人分享呢，就係我唔會因為連續升咗10幾個交易日而清倉，而我會清倉嘅原因唔會係因為最近連續升咗咯，而係可能係一個 fundamental， 即係一個基礎因素，而係一啲基礎經濟嘅因素改變，令到你覺得呢個投資環境甚至成個股市啊，成個美國都唔適合投資。咁我會喺揾到適當嘅市場之後，就逐步將啲資金轉過去。即係例如啊，舉例你覺得美國呢準備陷入持續好多年嘅衰退噶啦，咁就東升西降咁啦。舉例嘅咋，咁我就可能會將啲美股呢轉晒去港股啊、港中指數啊咁樣。咁你覺得日本啊、新加坡嗰啲會興起啊，例如新加坡取代香港，咁你咪去買新加坡嘅股票咯。即係你覺得日本會重新崛起，咁你咪去買日本咯。咁呢個當然係個人選擇啦，咁但係啊，無論你買邊個市場都好啦，我都認為 time in the market 比起 time in the market 重要，特別係對於散戶嚟講，散戶真係要承認自己冇咁嘅能力去 time the market。咁今日個分享呢就係咁啦，咁個市好翻啲啦，心情又好翻啲啦，可能呢個節目又會繼續做落去啦。當然你話我啲 subscriber 比較少吓，即係我個人都可能會有啲失望嘅，咁但係唔緊要啦，我試下可能出少啲片，或者做下啲其他另類嘅嘢啦。我最近喺度研究緊 AI 啊，唔知道多唔多人嘗試用 AI 嚟到，無論係新圖或者係整文字啊成呢。但係我講緊嘅用 AI 呢，唔係話你用緊 Gemini 啊、Grok 嗰啲，而係自己用 Comfy UI， 即係裝好多 Python 嘅 package 啊，然後整好多 note 啊，然後連接下啲 note， 我都唔好話自己連接啲 note 啦，用人哋嘅 workflow， 無論係畫圖又好啦，聲音轉文字，文字轉語音，即係用嗰啲係即係 Sense Voice 啊，或者 VOX CPM 咁樣嘅一啲聲音模型，會唔會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呢？即係我覺得呢方面呢係非常之燒腦嘅，要令到佢能夠喺自己部電腦度運行到，係好花時間。我最近就係研究緊呢樣嘢咯，所以可能即係出現咗呢一方面嘅興趣呢，就少咗更新呢度。咁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如果可以介紹下朋友 subscribe 我就係 subscribe 下啦，或者你嘅一個 like 呢，其實幫到我呢個 channel 去推廣，即係等 YouTube 可以推廣開去。即係無論係個內容可能幫到你，亦都可能純粹你想有把聲音喺你瞓覺嘅時候喺你耳邊咦咁樣有啲聲音，跟住你就瞓着咗啦。甚至如果你話你覺得我把聲好聽，咁多謝你讚賞先啦。如果唔好聽就唔使話我知噶啦。純粹想聽我把聲嘅啫，咁都好歡迎你支持嘅。今日就講到咁多先啦，第日我哋再傾過啦。多謝收聽，拜拜。